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加自在計劃於2022年1月成就咗一個俾家長喘息、重整身心健康嘅心靈綠洲計劃，藉着整全自我健康模型，引領家長以整全觀認識並關注身心健康，創造同埋維持自己嘅最佳狀態，推動家長持續關注自身嘅成長，聚焦家長本身嘅強項同埋內外資源，達至家庭生活同埋個人發展嘅平衡，更加享受成為父母嘅歷程。好多時我哋係一個配角，響家自在，我會揾到好多嘅滿足感，自我價值認同都提升咗好多。同唔同嘅走埋一齊提升我自己，原來呢一刻可以好唔同啊！呢一個生命呢一個 stage 喺家自在裏邊咧，就開咗一個攝影展，係圓咗我個夢嘅。呢個地方令到佢哋好釋放啊！喺一個樹窿又好，乜都好啦，呢度總之係一個非常之有功德無量嘅地方。